继续来关心新竹县有一间非营利的幼儿园，红标讲有7个囡仔红虐待，有的是红用面罩皮绑起来，有的红关伫乌妈妈的别墅。最近幼儿园的经营团队已经换人了，也毋过亲像阁有3个涉嫌虐待囡仔的教保人员，都继续留伫幼儿园。教育部是表示讲，已经有请新竹县的教育局来说明。 要请遐主拍是全国第一座0岁到6岁的托育园区落成启用，但即马即间伫咧台北的幼稚园所红标出疑似酷盗囡仔的事件，家长控诉讲囡仔互老师用棉被绑起来，干那掀一粒头限制行动，佮有囡仔互关伫黑暗的便所内面，互用言语来霸凌，被老师用棉被捆绑住。 让他不能动，而且已经在大哭了。老师还是继续捆绑，而且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滑手机。家长指控讲，连续3年都捌发生不当对待囡仔的事件，受害人数是有7个人才侪，而且伫事件发生了后，旧园方宣传换掉，相关的7个人内面有4个人停职，但是8月初一接手的新园方则继续去请疑似不当对待的其中3个人员。监管基金会嘛批评新竹县政府的削责任，因为根据相关规定，市的主管机关若知影违法的事件了后，2天内就要决定敢要受理。若受理来进入调查，就通知学校暂时停职的义务。县政府可能觉得说，我重新发包了，我就已经换新单位了。好，那里面的人可能就不干我的事情。好，所以呢，他认为说，第2个单位他要 续聘哪些人是由他来做决定？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有去请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这边来做一个说明厘清的一个部分。当时候这几个老师为什么还没有做离职？调查委员初步判定讲，是囡仔在困眠时间袂困，老师才用棉被去包囡仔，希望让囡仔会当冷静。但到底敢有涉及酷盗囡仔？监管基金会呼吁讲，教育部应该较紧来定出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的调查指引，避免地方的教育局做 地化价，凊彩去判断讲，这情形是轻还是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